奇，比如说当您带着这样的一个音乐走出国门的时候，就是当地的人会去认可吗？或者说您在把就是属于您土生土长藏区的特色的文化或者是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带到国际视野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呢？起初我会认为是困难和挑战，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对这个不感兴趣呢？他的生活其实是真的需嗯要这个疗愈，或者说需要从我们认知当中的，我至少是我认知当中的藏医的一嗯些疗愈方式，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但是他的认知里面就是没有办法链接，那这时候我会有点无助感。那到后面，时间久了之后呢，我自己也主动去学习他们的这个文化语言。那这个过程当中，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论这个人的生命是好是坏，他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他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生命。我不应该从我的视角去评判说，哎呀，他过得不好，他的这个生命就不好。所以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吧，因为每一个人他。像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缘嘛，有他自己的这个 karma，这个 karma 的话，可能有些人他经历这个 karma 的时候，他的感受就是有很多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的话，可能于他而言，在这一世就是必经之路，可能他在这个痛苦当中是可以积攒很多我无法想象的智慧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是非常有张力，非常有。非常有智慧，只是我现在我的认知被局限，我没有办法去链接到他的智慧而已。但是不代表人家的智慧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吧，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定位。这样的话会让我对生命本身有更强烈的敬畏感吧。因为尤其是学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下子我的思维当中就会有一些三六九等。这个三六九等是什么呢？就是有非常健康的人、基本健康的人，或者有一些疾病的人，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一些急性疾病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嘛，很正常嘛。因为你作为一个疗愈者，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个。应急啊，一些非常实际性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技巧，或者说一些思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这种三六九等的这种思维呢，它就会让我感受到一些无助啊、无奈啊，就会觉得哎呀，他怎么这样子？但对，就局限了我对生命的一种敬畏感。那也是，这几年，大概是4、5年开始吧，4、5年前开始，那对这个事情就是有了一个改观，可能也是我自己，从20多岁，进入了30岁，然后这个思维上也是稍微的开阔一些，然后可以感受到生命它不同的绽放方式都是值得去尊重和理解的，就是一定要认知到自己的局限性。这里我可以做一点点补充。第一个呢，我想跟周末佳老师说一下，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叫 SAIC 对吧？SAIC 啊，你们那有的有边有吗？就是一些文字，有的，就是它就像刚刚说的一样，跟形状和种字有关系，绝对它不是完全要表达什么意思的意义的翻译。那种呢，就是它印刷的一些特定的纸，还有上面可能有一些各种的一些条件，然后印出来的那个字条是吞下去，也是一种医疗的方式。这个很多的这个腹藏大师的这些腹藏里面有特别多。我想这个像你的工作了啊，就是问一下这个周末杰老师，这也是你现在的这个咒语的疗愈范围内的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自己想这个补充一个事情呢，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问的问题，主要一个好像是，比如说您自己从一个就是家乡的这个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到国外，那是本身就是踏出这种这个家门的这种国外人的生活都是挑战。文化也好，各种各个方面的，再加上比如说你说咒语的疗愈，也许它的传承的源头，从这个知识层面和研究层面的分析来讲的话，也许可以追到这个相凶，但是在我们藏人的一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不是很常见的。那种你就是有一些相当的这种创意的这种或者这种一个这些在里面的时候，他的问题或者也许是我的问题，有没有跟一般的人、其他人的观念上的一些冲突或对你带来一些挑战？你怎么突破这些过程？这是我们两个的我要想问的问题。其实不是补充，就是已经有两个问题了。
哦，有呀，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嗯，我传播星咒、疗愈星咒的主要途径呢是通过唱和听，这个是主要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线下，比如说见面，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因为音乐会的时间它是比较短的。那比如说是一个周末的工作坊啊，或者说更多的时间，一些藏医的课程呢，它可能需要是7、8天的时间。每一个课程都要7、8天。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习星咒的时候，它就会牵扯到比如说实用的，和这个看的，闻的它都有。所以像闻的话，它是用我们的嗅觉去链接星咒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藏香。嗯通过这个藏香，还有这个在制作藏香的时候呢，是需要去念咒，去加持这个藏香。那再反过来去闻这个藏香的时候，去进行观想，它这个观想的效果会更好，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我自己我不能代表别人说啊，我就是拿自己做实验，我自己为主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这种。可行性是特别强的。我自己有专门尝试过，用不同的这个藏香呢，加持完之后，再去自己闻去做相应的观想的时候，观想效果的确是比平时要好一些，比较容易静心。对，这个的确是有效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堪布仁波齐说的这个吃的这个撒意，这个撒意呢，我传承的撒意呢，可能跟藏区不同地方，不同的扶藏师传承的撒意呢，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这个传承里面的撒意都是从这个梅潘仁波齐的这个传承里面来的。然后主要是梅潘仁波齐的传承，那包括我刚才讲的，其实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是梅潘仁波齐的书籍里面学到的。那你放我仁波切是学习。达区卡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也从小就是在梅蓬仁波切当时这个诞生的这个地方，从我们那边就是其实就是开车去的话，可能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我们的传承本身也是宁玛的，所以就是从仪轨到学习的这个经纶到大圆满之间，全部都是梅旁有关系的。对，然后梅潘仁波切的这个书籍当中，他有做过很多的记载。那除了我学习的途径主要是尼德老师，然后尼德老师呢，他学习的途径是从梅潘仁波切的这个途径学习的。那中间是隔着几代人的这个智慧的传承了。那讲到撒印的话，我有在安多藏区有知道就是撒印的传承，因为什么呢？我有一年去这个藏医院去探望我的藏医老师，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遇见了我们那边最有名的一个瑜伽士的一个上师阿罗莫斯藏，然后嗯，阿罗莫斯藏呢刚好就是来，因为他做很多很多这个。这个法嘛，所以他的这个手呢就一直做法，他这个手就有一点发炎了，所以他来医院里面就是就诊，去做一些这个藏医的理疗，比如说 h o l m e 啊这样的话非常有效果。那当时呢，我就遇到了这个阿拉莫斯尔藏，然后阿拉莫斯尔藏旁边是有两个就是信徒，然后这两个信徒呢就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刚来到阿拉莫斯尔藏这里去要更多的撒意。那我后期是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之后，我才知道这两个女性呢，大概40多岁的样子吧，就是40、50岁的样子，她们都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那在吃完这个撒浴2个月之后呢，就是有这个很好的疗效，然后他就回来祈请更多的这个撒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也想祈请这个撒浴，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当时记得，所以我对撒浴呢我是知道他在这个热贡藏区这块呢是肯定有传承的，但我自己的传承方式可能不一定和藏区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就像康波尔仁波齐说的，我打交道的对象不是藏人，我打交道的对象都是这个西方人士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需求啊，有这个思维上的不一样啊，所以肯定是有一些创新性的一些部分的。那这个其实可能就是这个康波尔摩切起初说的这个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的这个部分吧。
那比如说，我们会去买这个糖纸、米纸，然后在这个糖纸、米纸可食用的这种纸，然后再去用这个可食用的这个墨，用不同颜色，然后再去把这个心咒写到这个上面。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做一些一嗯，些这个叫什么印章，印章，对对对，印章。那把那个设计好，因为不是设计好，怎么说呢？制作好，因为它设计都已经设计完了，是几千年的设计了，实际上是大致很古老的设计。设计好的。对对对，然后这个设计这个章里面呢，它就会有非常特殊的这种空行种子字。那这种空行种子字的周围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心咒，那结合起来，它有不同的这种印章。这个其实都属于是密乘的这个内容了。我这边就不讲这个内容的部分啊，就是讲一些实际性的操作的东西。对，因为作为疗愈师来讲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必须要知道，你也必须要去实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会把它结合到就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能就不是随便的纸张那是需要去这个不能是那种。不是说随便，这个语言不恰当啊，就是不是说用那个树木的纸张，而是可食用的纸张，就是比如说这个用米做的这个米纸啊、糖纸啊对，比这样的。如说以前我们的，比如说这个给窑的话，那不戴手套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包装可以。那现在可能有一些医疗体系和现在的一些医学和那种卫生方面的一些要求，要配合那些做，就是类似这种意思吧，对吧？对对对，是这个。然后像以前的话，它的细菌细菌的这个种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现在对像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微生物就是肉眼不可见的这种细菌啊、病菌种类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这个像以前西藏人的这种生活习俗当中呢，它可能现代人看起来就是好像不卫生，但其实不是不卫生，只是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些处于深山这个草原上的人们，他没有就是及时的理解到这个工业革命的侵入对，然后这个工业革命呢就完全没有给到这些在原始部落生活的这些人任何的征兆和寻求意见，直接就开始工业革命了，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工业革命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地球是只有一个的，大家都是呼吸着同一个没有这个边界线的这个空气啊、水源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藏人或者说其他类似生活方式的这个部落的人群的错吧只能说是它的时代中间是形成了一个断层。那现在的话，就是我的这个和我年龄相仿或者比我年龄再年轻5到10岁的这一部分藏人呢，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就是现代和传统的一个桥梁。就是我们呢，我还有我认识的很多人呢，都在他们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不论是跟这个灵性工作相不相关那都是在做一个这样的桥梁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尤其是环保，那学藏医，包括学这个去分享疗愈心咒的时候，疗愈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意识到他们的身体呢，也像他们在大自然看到的山水一样，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那你爱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会真切的感受到爱大自然、爱动物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流露，你就不用去把它当成一个 KPI 去去完成。对。因为我发现刚才在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藏区文化有很多这种智慧。就是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要把这种具备地域特色的智慧分享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帮助到更多人，您觉得这其中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身体和心灵健康吧。因为您的很多对象是西方人嘛，那比如说当他们来和您请教这个心咒背后的含义啊，或者说为什么它的这个疗效是这样的时候，就是他们可能会更带一种具备现代观和科学观的角度来试图去了解或者理解这背后的文化。您会觉得有一些文化的冲突吗？没有冲突，但是肯定有一些断层。
就是需要把这个断层呢补齐，那它一下子就会接轨的。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说直接来找你要心咒，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他可能是已经自己做了很多功课。那在做完功课之后，他发现他在实践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就是产生了很多实践层面的呃问题。以及就是落地层面的问题。那这时候落地层面的问题呢，他就会找到像我这样的疗愈师去进行这个 Q&A，进行问答，然后把他们的疑问全部都解答。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像西方人他是非常认真的，他在做任何事情都会做自己提前的功课，然后把这些功课全部该读的全读完，该念的全念完。你给他就是比如说你说这个心咒呢，在传统上面是建议你念5万遍，5万遍念完之后呢，最好是在这个时间点念，念完之后呢，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把它运用到你的身上，他会真的很认真的去做，像传统的方式一样，他就会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他就会给我反馈说，哎呀。特别好，就是他一下子感觉到，就是身体比之前要好很多了，精神状态也比之前好很多。所以这个在西方，我觉得是我认为在我的工作当中的话，非常好的一个点。反而我在跟就是反而我在跟我藏区的一些年轻朋友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实践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会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它的功效的，但是呢，在藏区的很多年轻人呢，他已经是在那个文化里面成长，但是他对于那个文化又没有那么深入，没有那么入骨头里面的那种认知。那这时候我很想让他们把那个断层补齐，我会给他们就是建议我的一些比如说我自己家族里面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啊，我就会去建议他们给他们功课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完的，这个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就是你身在藏区，如果你不去实践的话，藏文化的这个智慧，你也是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到。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以国家和文化为节点的一个事情，因为本身从心灵的角度和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人嘛。就是一个生命嘛，你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受什么样的这个宗教文化的影响，其实到最终你要面对的还是你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这个是必须这一辈子要面临的问题。那这也是你看，像西方呀，有很多这个犹太人的话，他就是信奉佛教的，有一种独立的分支嘛，就是犹太佛教人。对，那他生活当中就是犹太人嘛，他有很多犹太的这种习俗啊，但是他的信仰层面呢，就是佛教的这个哲理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合点其实都没有冲突的，只有断层。嗯。嗯，那我很好奇，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当有就是您的呃学生或者是客户来请教您问题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般会请教哪些问题呢？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哦，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您会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这个心咒念多少多少遍，然后他们去这样做了之后，会给您一个反馈，会说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会在想，那他们在做这个之前，就意味着他已经相信了说，哦，我做这个事情会给我带来一些改善。我是很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去相信？呃，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了，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哦，点，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了，他已经试过了，像很多在这边的人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医疗体系，如果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他也知道怎么去运用这边的这个医疗体系去治疗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啊。那他已经该试的都试了，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他只能通过自己的信念了。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通过自己的心和信念去把自己的健康就是建立回来。这个层面就是一个呃，对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我不需要去说服的。我的工作不是说服，我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去相信星咒的作用。只有当你像一个果子一样成熟了之后，你自然就甜了。对。嗯。确实，因为我想看布也是在海外嘛，就是大家都会面临到一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然后自己通过像看布可能是通过佛法去介绍啊，然后像周茂佳老师可能是通过音乐的传播，通过不同的途径，然后让大家去借由佛法或者借由一些藏医背后的文化，让人们去解决一些比如说现实当中生命的痛苦啊，或者是压力等等。
所以我就很好奇，堪布您有没有遇到一些，比如说在您也是身处在海外，经常会面临一些具备多元文化不同地区的人，那会不会也会面临一些相似的困境呢？因为刚刚周末杰老师讲的都太真明了，因为他的亲近观啊，就是修得好，所以我的话呢，其实可以抱怨一下也可以啊，就是确实有一些挑战的，比如说我经常跟那些藏地的堪布和这些喇嘛们聊天的时候，我说，其实你们在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里，一个面对着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讲一个非常熟悉的话，其实你们的讲解说话太容易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每个人带着不同的那种习气、爱好、文化、价值观的人，而且更重要是他们的程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种里面呢，我们要讲解说法。当然，我的角色有一点点有说服的这个欲望啊，就是那种意图在啊，所以我要说服非常不容易。当然，大部分都是确实是他们自己对这个文化和佛法有兴趣、想了解的人来学的非常。大部分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面不可能我们来说服他们或强迫他们，所以呢，主要当然是由他们自己来主动找上来。可是呢，这个虽然是来到现场，但是要怎么跟他们沟通，你有这个传统的知识是完全不够的，要有非常聪明的一个技巧和方法。就像中国讲一开始到那边演讲的时候，没有人来听，后来呢，他用各种方法就改变了这个方法，这是事实的。那我们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没有像周末杰老师这样的太多的这种唱歌啊等等的那种音乐啊等等的那种才华，更不懂医学，所以还是用这种佛法的方式的时候，当然这个相对这可能难度更高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周末杰老师说的一样，其实西方人有时候非常认真的。我前几天跟去尼玛仁波切做访谈的尼泊尔的一个仁波切，然后他们的翻译团队，让兄一起翻译团队，他主动要翻译成英文，然后因为这样关系，他们主动的一些翻译者找我，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些聊天嘛，然后发现呢，他们三个洋人，哇，他们的翻译就是第一流的，他们藏文就是和英文的翻译。结果呢，后来说他们其中一个呢去3年3个月闭关了，现在不在了，另外2个呢正在做翻译了。所以一些西方人呢，他可能就是不是一时之间，他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醒了，真正接受了，他完全接受这个从头到尾的。当然也有一个困难，一开始的时候，西方人可能也有自己我坚定的层面我接受，但是尤其是你们的文化跟我们有关系，因果业力、前世今生，可能我不要。可能有那种选择性的，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就是讲不完的，就是也有挑战。但是呢，主要是就像刚刚周末杰老师说的一样的，我们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健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动机，然后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就做到。就是走到一步就算一步了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所以我经常也随遇而安的那种态度，就是我经常喜欢用一个中文的汉语那个成语还是什么，就是叫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我的心态还算是蛮健康的，就是这样，所以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什么这些困难，但是这个就不能成为问题了，这是我们嗯。尤其是我们相信佛法修行的人来讲的话，非常重要的。可能仁波切说完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最大的一个挑战了，对，生活上的一个最大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不在妈妈身边，我不在我的家人身边，在很远的地方，这个对我来说是挺有挑战的。尤其是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我，在他们身边去帮助他们做事情，或者说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最基础的东西，但是我人不在那里，那我去寻求我家人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我的一些表弟表妹啊，去帮我做这些事情，帮我尽孝。但是我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很大的不舒服，很大的怎么说呢，是一种是一安可种。对，是一种痛苦，对对，会痛苦。然后我的母亲呢，也是非常思念我。然后，虽然我们基本上是2、3天就会通电话的，但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她是非常希望我能回去的，呃，所以这个拉扯呢，对我而言，在西方生活呢，是一个比较
对比较大的困难，对。但现在会比较好，像我母亲呢，今年也是来到我居住的地方，有来就是有来参观我住的地方啊，了解一些基础的我在这边的生活状态啊。他也看到了之后，他也觉得，哎呀，那最起码我看到你生活的状态是好的那这样的话，他心也放下来了。然后他也会跟我说，他说你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可以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藏族女性嘛，我觉得她是非常厉害的，她可以那么传统的一个状态，她知道她对我是有非常大的这个attachment，就是很大的这个呃执着。依恋。对，依恋和这个他是放不下我的。但是他为了佛法，为了我，因为他赞同我做的事情是非常具备善业的，所以他觉得那我应该放我的女儿去做善业，所以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功课。现在就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从他那里，之前是有一点压力的。对。我会发现，就是刚才你们在介绍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感受到非常纯粹的和家庭之间的链接，然后这些基础能够帮助你们在未来修行路上，或者说帮助更多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注意。那么，其实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在很多人的心里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困难啊、痛苦，但是就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人家会更愿意去接受呢？我相信，比如说，可能在周毛家老师的角度，比如说是，比如说可能来音乐会来听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众，可能是有不同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人家会更愿意的去听从，或者说根据您的这些建议，然后人家会愿意去这样去尝试呢？我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这个角度可能太局限性了。我可能思考的就是我这一辈子觉得很值得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从这个有意义的事情着手去做就可以了，其他其实都不是我的问题了。哦，所以您不会去想说，哦，我该怎么做，然后人家愿意来听的会更多，然后音乐会的上对，座率会更大，您不会去这样考虑。这个思维，对，我在我的思维当中，这个思维是比较少的。我可能不会觉得这种思维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你要揣测很多东西，那揣测其实就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所以哦，我觉得更健康的一种状态吧，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你最认同的、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那你就以这个生活方式去生活就好了。那包括音乐会的话，于我而言其实不是工作，它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在做音乐会的时候，我会和我的乐手老师们彩排。那我们在彩排的前后，你要做准备，比如说你给大家做一些大家喜欢吃的食物然后跟大家去这个联络感情这个过程是我作为一个生命体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彩排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分享到大家的我那天就是念完这个心咒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个和弦比这个和弦好听，就是这种对话内容是非常滋养我的生命的。所以再去唱诵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思考说多少人来呀，有没有这个票房能不能购卖这个对这个是没有去进行思考的。那没有进行思考的话，可能你会想到说，那这个收入方面怎么去平衡因为这个提早我是做了很多思考的。我觉得在做音乐分享的时候，本身这个做音乐分享的话，我们这个是非常小众的一种音乐形式，它不像 pop music，它不像流行音乐，它不可能是来那么多人的。那如果要通过这个去养活自己的话，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职业规划，也可以说是一些比较理性的规划。就是我赚钱的这个途径肯定是跟这个我的疗愈工作呀，或者说这个翻译工作呀，我早期是做很多翻译的。翻译工作呀，那跟这个是挂钩的。那这个时候我的这个部分呢是我生活够用的这个资金到了，那音乐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把它当供养一样去做，就很
很平衡的，对，就是很纯粹的，就是你该生气生气，你该享受享受，就不要混着来，就是这种体验感，对。所以对您来说，您是达到一个自我自洽的一个平衡。比如说，无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您会去想说，哦，该怎么样让自己擅长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所认知的、所赞同的传统文化，去和现在的或商业方式去结合吗？这个主要看机缘吧。像这2年我开始去接触这个中国的学员，然后也在中国有开一些网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在那边做这个预热的一些准备啊，这个marketing 啊。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 marketing 的过程。非常赞叹，非常震惊吧。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它是有很多传播学呀，有很多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涉猎。嗯，那我如果把我自己放在那个思维当中的话，我发现我是跑不快的，因为我是一个长跑运动员。那长跑运动员和短跑运动员，他要训练的这个肌肉组织啊，这个训练的这个方式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偶尔去看看短跑是怎么短跑的，然后可以去学一下，但是我不会成为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呢，就是我是一个长跑运动员。那我坚持去做，就是坚持去练我的毅力。那这个毅力怎么练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生与义呢，就是我的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我的父母给到我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载体。那这个载体呢，就是可以让我去感受到不同文化下成长的这个人的这个基础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其实于我而言就是最重要的了。我通过这个方式呢，去把自己的认真的这个体会和体验分享。那这时候我觉得我的功课就是稳的那这个短跑运动员呢，我一定是跟他们做结合去传播的。因为短跑运动员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个。现代的这个传媒文化短视频文化，那这个它肯定是有它的价值，然后它的思维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它需要去设计很多很多的这个学科。那我目前是发现我自己没有目前是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呃。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个人生命而言，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可能更愿意做一个长跑运动员。但是呢，我非常欣赏短跑运动员，然后我非常想和他们做一个很好的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这个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目前的认知。所以是把其他的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哎，就是这个意思。嗯，哎，看路您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说从您的视角来看，您有哪些不一样的看法吗？我觉得呢，这个，我也非常欣赏和这个尊敬周末的老师啊。其实我这样说的也不是一种，我知道这个本身这个藏人的习惯，尤其是呢，周末姐也是非常谦虚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不是说什么好听的话来，就是故意讲什么一些好听的话，我也是其实蛮。就是如果我不是心里面想的话，我也不一定能说出来啊。但是为什么这样想呢？其实中国的老师呢，就是刚刚他自己也说了，他是这种正北和这个皖北的那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而且呢，非常不幸的时候呢，在现在藏地的很多的年轻人，有时候就像这种视频，藏语的聊天的和汉语的比较起来，可能汉语的更多。在海外的可能英文的更多，有那种处于非常尴尬和一些令人担忧的一些处境的时候呢，这个中间有一些少数的人又懂得各种各样的语言，又不失去这个传统的根，又更能够这个国际和现代能够接轨的这种人才或者这种人物呢，少之又少。那其中呢，我自己觉得周末讲就是其中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不能现在一个传统和一些喇嘛上师来完全依赖他们，而且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就是更多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老师来，然后就是要传承给或影响给年轻人，至少年轻人愿意听中国结老师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些说的才有说服力的啊。太传统的话说的也许是很对，但是不一定他们一开始有愿意来听这个话。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中国家这个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再加上呢，就是我也不是非常喜欢短跑，也许我对长跑和短跑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荣松频道做的时候，有一些录制有2个小时，甚至有4个小时连续录，那就是有播出的时候那么长，看的人相对少，我知道。但是呢，它里面包含了完整的一个内容的时候，真正认真的想看的人去看。所以呢，我就当然要短音频可以做，但是不能短音频替代长的部分，这也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如果周末家所做那种 market 那种市场的效果为主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可能有更多的商业色彩，就变得商业化了。所以现在我看到周末家的身上的他的一些本身类型的老师，我不是很看好的，就是我不是说这整个类型老师，现在的很多的像印度的、西藏的、西方的、玛雅的，什么都结合起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暂时的一些利益的一些赚钱的工具的时候，我是相对比较反感的啊，我个人。但是中国家的这个我的观察呢，就是其实不是这样，它完全是非常遵循传统，有时这是方法上、包装上有这种现代的，所以呢，这的比较我可以推荐新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一点真的是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全民聊天时，我是很开心的。像钟国杰老师有没有对我们这些藏族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些很简短的一个建议？当然，关于是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轨的，有这个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的传承的观念上或者走法上。我希望不论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的这个年轻人啊，因为现在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很多年轻人都需要因为职业规划而进入大城市的这个生活当中。那生活在大城市里面，比较久了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忘记四季的变化，就是人与四季和大自然的这种链接就会淡。那这种淡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不去关注自己的不去学习如何关注自己的饮食和这个。睡眠以及你的休息的方式，最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的话，很容易就是出现这个心理问题啊、生理问题。现在很多疾病也在年轻化嘛，所以我是由衷的希望，不论什么背景下，什么环境背景下成长的你，都可以去学一下藏医的这个根本序。就是藏医呢，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医学书呢，叫做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当中的第一部医典呢，其实只有6章节，就是介绍整个四部医典。但是这6章节里面呢，有三棵树，就这3棵树呢，你可以把自己观想成一棵树，然后通过这3棵树的这个知识呢，就是去学习到如何去日常的管理自己的健康，心理健康啊，身体健康。这个是我由衷希望大家可以去认真学一学的。哎呀，然后学习的途径的话，也会有很多，像一些出家人也有非常好的这个藏医的知识，可以跟他们私下学，然后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去一些藏区的一些这个学校，它有一些职高，有一些中专和大专的学校也可以学习。那如果你想有更好的发展的话，也有大学，但是大学的这个本科也学习的话，你必须要会藏语。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英文的平台的话，就是我们国际索日康或者国际藏医药协会，在西方的话，就是专门传授这个知识，在欧洲的一些机构和美国的机构都是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近1年半在这个中国进行网上的授课，里面也是有根本序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不论在哪个平台，只要你是能符合你的你最方便你学习的途径，希望你学习根本序。哎呀，好，非常感谢郑毛佳老师和堪布的分享。那刚才呢，也为我们带来了
很多，比如说藏医啊、音乐啊，以及藏传佛教文化的不同层面的讨论。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希望今天的讨论呢，能够对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心灵带来了更多的平静与喜悦。那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